一日開拍，OK，試一日。暫時 OK 啊，本身有傷啊，嗰隻腳。3、2、1，會早晨啊，歡迎翻到嚟到此一遊啊！依家係朝頭早嘅5點半啊，我而家去參加金沙搞嘅呢一個 10K 長跑啊，主要係鍾意做運動嚟支持一下呢個活動。用咗差唔多30分鐘到啦，算係比較好彩，我喺關閘嗰邊上車，咁冇乜人嗰陣時候，去到後邊咧高士德啊，巴士已經滿晒人啦，已經上唔到。咁啊，如果下年要參加嘅人咧，真係要早少少出發啦。其實依家落完車行到過嚟會場呢一邊都已經係6點20分嘅啦。咁啊，距離佢嗰個落架寄存嗰個時間咧，剩翻25分鐘嘅啫。咁啊，所以而家要盡快去寄存啲嘢，然之後去熱身啦。好鬼凍啊！頭先一上到嚟呢一度西環湖廣場呢一度一空曠，啲風吹埋嚟，黐線！依家呢個 moment 係16度，但係體感應該係會再低啲咯。就算你寄存咗行李之後，你都要揾個地方避一避風比較好啲啊。如果唔係你 keep 住咁樣熱身，一直消耗緊你嘅熱量。行李已經寄存啦，咁啊，如果係要去廁所嘅話咧，有2個地方，一個就係呢個熱身區度啦，咁後面有人排緊隊。咁啊，戶外係比較少人排隊啲嘅，因為觀光頭樓下嗰個公廁咧，因為冇咁凍啊，所以好多人睇到避風，順便去廁所，咁啊超長嘅個龍係排得。所以如果你唔驚凍咧，係可以行嚟呢邊戶外嘅。Yo B-boy Low，精神，早晨，瞓醒未啊？我瞓點啊？好似又嚟同你跑咯喎！上次我哋跑係咪咩力步嗰個咯？係啊，力步嗰個橫琴好大咯，好耐啲喎！影下你一個熱身嘅英姿先。哇！又嚟！你忍住先。喂，為夠鐘咯喎，7點咯喎，應該係開始咗咯，應該。哇，好正喎！哇，咁大隻，有啊！你咪用手嚟跑啊！陣間，陣間好幼啊，隻手好大咯。試一遊，開拍。OK，試一遊。喂，精神，跑啦！哇！我見到咧，我哋陸續越嚟越多咧10公里。終於係正式開始跑得啦！啱啱過咗呢一個起跑線，精神啊！始終都係人太多啊，起點位置附近太多人塞咗喺度。咁佢今年呢條路特別有啲唔同啊，同平時，因為之前係去嗰個科學館嗰邊，今次依家咧就係一起跑就直接上呢個西環橋，第一個斜坡，一開波就要從西環橋，有冇 feel 下隻腳？依家暫時 OK，暫時 OK 啊嘛。本身有傷啊，嗰隻腳。呢個就係難關嚟㗎。半馬啲啊，半馬嗰陣時咧，一上斜嘛你話？係啊，因為跑咗成10公里先上啊，之後先再上。係啊，平時係唔可以就咁行上嚟㗎，你可以揸車。今日第一次行呢條橋啊，真係叫我第一次行呢條橋。大家跑橋嘅時候小心啲，呢一個連接位啊，佢係凹凸嘅，一個唔覺意咧就好易拗柴。過完第一個條峰啦，落緊車，依家係落完車就係平路啊，暫時見到。入隧道啦！依家我哋跑緊呢一個電單車專道，難得機會啊呢一個。平時只可以跑中間條加勒比橋。開始天光，唔花通啊？掂啊？4公里啦，啱啱過完羅斯福嗰個彎，一大堆車行嗰度，見到第一個水站啦。準備又有另一個上橋嘅位置，咁都好啊。其實呢個係先苦後甜啊。係啊。前面嗰4公里搞掂晒啲辛苦嘢之後平路啊。
跌咗，個雪糕筒跌咗落去就上翻去嘅，咁恐怖因為倫敦人啊，8分鐘。雖然個訓練個鐘係假嘅，係個電子鐘嚟嘅。OK， 啱啱好7公里啊！依家喺呢個巴黎人嗰度掉咗個頭。第2個水站係7.5公里，位置大概係威尼斯人停車場入口。過完呢個銀河啦，已經400米，仲有400米。有冇可能可以追翻我個隊友先？見佢唔到啦，已經。頭先都仲喺前面。加油！好，轉彎，入去衝先啦。亦都係呢個體育館啦。咁就係奧林匹克體育館。3、2、1，啱啱好，搞掂。1個鐘02分。精神啊！精神啊！犀利！哇，好快啊！佢哋後尾追唔上你哋啊，真係。嚟咯，整翻個頒獎儀式先。嚟，頒個獎俾你。掂啊！耶！搞掂。咁咪錄機啊？表哥未頒牌。頒獎儀式。精神，成功，搞掂。至少有10個喺度。Thank you。有毛巾，可能陣間俾你沖涼用。我哋交幾多部係啊？1嚿水啊？呢個牌1個。券咯，啲券應該大嘅。我下個星期仲有場啫。喺邊度搞啊？下星期？橫琴咯。橫琴。哇！半馬。係好犀利真係，你真係勁！跟住一路跑到依家。唔係，如果我唔係隻腳，差唔多同佢一齊嘅。收到。有一年就係攞唔到價，跑唔到。有一年攞唔到價，有一年又連親腳，2年冇跑。今年應該可以跑翻嚟。其實報埋啦，其實唔係好難。半馬訓練緊依家。我未試過跑咁多，因為 OK 嘅，其實你跑到10幾 K 都跑到㗎啦。半馬唔難嘅，全馬先最難。如果全馬咧就唔係啲咩專業人士攞就係 feel 到，真係自己攞嚟推。聽到啊？有知識啊？跑晒喎！我今年一齊跑。復出 ，OK， 復出跑，我走咗啦。